雖然會唔會收翻落嚟啊？阿倫拉邊，雖然你要點樣做？用手。要過半場啦，要過半場。full touch 唔緊要，罰球，罰球，兩腳波啫，要企人牆，要企。對面一掂波就衝出去啦，要。阿 Kasper 人牆，柏倫人牆，其他聽頭先講。Lucas 後啲，後啲。遮翻中間係啦 ，Joey 收翻入嚟啊，罰球啊 ！OK， 佢一掂個波就衝出去。唔縮啊，唔縮 ！Joey 打開隻手，寶瑩打開隻手。Yes。Good。OK， good 個。集中啦，嚟啦，嚟啦，呢點做啊？呢球。都幾驚，咁大力射喎。追埋，追埋，照追。唔緊要。所以呢球角球，所以你見到佢一交甩你就唔好咁樣企啦，你側身啦已經，係嘛？繼續做好下一球。咪唔使你跑咯呢度。一對一，仲要阿倫你嗌佢俾翻你啊嘛。阿倫唔知你走喺去邊嘅喎，收翻落嚟啊 ，Kasper 遮線。繼續，繼續。打落個位度。跑咗2步啦，都要跑啊，個個都要跑啊，冇辦法。好，加油！睇遠啦。大闊，大闊。耐清，耐清。嚟快快！ Kasper 俾唔到你，俾唔到你。留意幫波位置，再嚟不停轉。OK， 再嚟。 走啊走啊，柏倫走走。快啲調解啊！開啦！快啲調解。出嚟出嚟出嚟！仆晒啊，係啊，仆晒就向前。good 叻仔。遮住遮住，去。好
，OK， 等波追埋 Kasper。追埋上岸。咁咩？推上，推住，夠，冷靜。球證，換龍門，使唔使同你講？換龍門。係啊。好啊，你哋都要哦，係，我得。靜啲。波。留住啊！好嘢，靚波 Kasper。遮線。唔好同佢鬥快。追埋 Kasper， 追埋。好嘢，叻仔。嚟柏倫拉邊啊！柏倫，帶佢俾你呢邊嘛。冷靜啊，做返好啊！好型徐生 ，Kasper 出嚟，快，俾你見。加油！集中下。柏倫，我哋唔係企喺度睇波，同埋中場你個距離太短嘅時候，你要拉邊，望下條邊線，你望下右邊幾闊。好型遮線 ，Lucas 唔要側邊啦，夠啦。中意控制啊 ，Lucas 啦。好，你夠力㗎。Yes。再嚟。OK， 再嚟。試下遠射應該有機會。邊個嗎？泰倫。Lucas 中間咪得咯，係嘛？嚟啊，準備你㗎，右邊嗰個泰倫。你嘅 ，yes。收位。嚟，得。幫波保贏 ，OK， 再嚟。伏住啊，柏倫，伏住，唔好去。好型，快 ，Lucas 快少少。Lucas。依家唔使咁出㗎嘛。柏倫，服住得㗎啦，中意身後啊，你啊，冇人睇㗎啦。係。Yes。喂，遮一個，開波嗰個你嘅。買深啲好啊！深啲，佢咪唔講到你咯。再嚟後邊再做，後邊再嚟個，再轉邊。Yes。跳追唔要。即刻就可以出嚟，叻仔，繼續。好嘢，未完。喂，諗下佢會去邊啊？佢第二個你接翻嚟嘅喎。朱怡，其他你一見唔好再同佢平排。呢度一球都係走深啲，你咪唔使走好多咯，係嘛？你係 last man 嚟㗎，你有時你轉身咪又要追，好似 turnover 啊！嚟啊！
過嚟，快啲快啲。嗱你喂 ，Custom 1對1啫嘛，係嘛？你只要你去準備，你衝出去，你做翻主動，你唔係被動嗰個，你推一邊就推喐個波啦，一搓喐佢咪過到咯，得唔得？中意就啲罰球又好，生球又好，你唔好同佢平排。頭先一球柏倫你喺中間掹緊一個，中意又掹緊一個，4個人喺中間，好彩過唔到頭。叻嘅話，撩高個波過頭嘅話，你輸咗㗎啦。你喺最後一個，我一定係望晒所有人去踢，我唔會黐埋佢，黐埋佢過頭我咪有俾佢快過我，鬥後啲。同埋 Lucas 前面咧冇優勢咧，1對2咧，你翻轉頭靠阿柏倫再轉過去啊，得唔得啊？咁我嚟個集中。中意埋位，柏倫手心啲㗎啦，入去啦 ，Lucas 入埋去。OK， 快啲，落嚟，好型右邊，雖然落翻去，後一格，係啦，攞波，好型嘅，一腳，唔緊要，側邊 ，OK， 8個，逼水少少啊，得唔得啊？走，拍好啊！好啊！三拍後，過嚟，擺就，好型，好型點啊？喺佢前面啊！OK， 結束，係啊，好型好少啊，可以。係叻仔中意 ，OK，rap。睇一下關佢咗佢啊！早期過啦，走啊！柏倫入埋去，拉邊，沿邊走，中意。第一下。好型，換轉身啦，入啲啊！柏倫。OK， 出嚟。快。Yes， 叻仔，3打2。入波，快啲！好多球啦已經。喂，集中啊，唔好再錯啊，留意個位置啊。集中啊 ，Casper 隨時 ready 啊！喐住啊！小心啲，係，控制佢啊！OK 嚟，好型，對翻出去 ，Lukas 對翻出去。行緊之後都睇唔到佢真係行㗎啦。嗱，後邊唔好再睇波啦。邊個對波先？遮線，夠 good 叻仔。邊個幫波？冚上嚟啦 ！OK， 再嚟。好型，出翻嚟。冇尾埋啊 ，Lucas。你對殺，你嘅，收位。Casper 準備定啊？你要攞波啊！唔縮啊，同你平時踢一樣啊，當場區咁踢得㗎啦。好啦，拍嚟，位。冷靜。追平水啊！仲企喎。遮線唔吞。OK。
啲決定啊，Joey，冇咁攰啊，嚟啊，邊前邊走。睇標波。Hustler 慢咗啦，頭先Joey空㗎，你望下望清楚，佢一個遮唔到兩個㗎嘛。OK， 遮路門，遮線。保型唔落嚟，保型夠，你嘅。一過埋佢啊，攞波，唔好就諗解圍啊。OK， 緊要。走，已經冇人啦。擺翻條街。好啊，你撞位啊，條小姐。唔出嘅。誒點解會俾佢對住龍門嘅身後？Joey嗰度冇，Joey你邊線係唔危險啊？內線定外線啊？記住咯喎！好型！繼續。OK， 我哋幫。好型，點解會你喺人哋前面都俾人哋快過你嘅？你唔係企喺度等波㗎嘛？識啊，攞波啊要。唔亂，企翻好位置再嚟。夠力㗎你邊條線租嘢？佢夠力㗎，唔使走我㗎。好嘅，對拍出。攞出嚟，再走。OK， 再嚟，補嘢。留翻 Lucas 個位置。唔急，望。喂，放埋，你嘅，唔好俾佢放埋。睇住。我睇要啦，嚟啦，邊個最危險啊？保型，邊度最危險？出嚟吹啊！係啦 ，OK，Lucas 一個，保型一個。保型走，頂。再嚟啊！企翻位置。走上去。阿倫車邊度？阿倫波啊！兩個都俾佢穿到出嚟。圓邊大，圓邊。係啊。所以啊，你腳軟嘅話點啊？我講咗。平時話就話冇辦法啫，唔會睇出界啫。